如果我話你知，只需要90日，你可以重新咁樣 target 你人生嘅方向，你將會有突破性嘅收入，突破你而家同家人、伴侶、上司同埋客戶嘅關係，你將會有非常之大嘅成功感同埋滿足感。其實成功咧真係唔容易嘅。嗱，今日嘅你，其實你上過幾多唔同嘅課堂呢？跟過幾多個唔同嘅導師呢？交過幾多錢學費呢？其實你覺得自己滿唔滿足呢？成唔成功呢？其實市場上實在有太多呢一啲嘅課堂咧，都係一啲單一嘅課程嚟嘅，例如金融炒股啊、賺錢秘技啊、IP 變現啊、AI 技巧啊等等。如果你真正想學一套，只需要一套，一生受用，令到你脫胎換骨，永遠早人一步實踐人生理想嘅功夫，絕對唔容易喺市場上面揾到嘅。不過今日我會免費咁樣將呢一套系統咧送俾你。VIP 潛能啟動力學唔係一套理論嚟嘅，而係一套全面嘅解決方案。更重要嘅係，你今日有機會可以貼身咁樣跟到一位累積咗有40年金融、職場、教育同埋創業經驗嘅 Professor Lee。大家都知道㗎啦，無論你有幾叻都好，如果你有一個好勁嘅師傅，你就會如虎添翼啦。睇到呢條片嘅片尾咧，我就會送返一份以往只係跟咗我10幾年嘅核心徒弟先至有嘅 VIP 潛能啟動力學實戰手冊。由今日開始，等 Professor Lee 帶你一齊力創驕陽啦！我係 Professor Lee 李遠之教授。20幾年前呢，我已經係所謂嘅打工皇帝啦，月薪235000。當時我係擔任咗一間跨國銀行嘅企業參謀長，我帶領住唔同國家嘅團隊啦，進行咗跨國嘅收購、策略制定同埋業務嘅整合。我仲記得有一次，我只係用咗3頁嘅 PowerPoint 就完成咗過千億元嘅收購項目啦。正正喺嗰個時候咧，我就睇到有好多中上層嘅管理者、創業者、專業人士嘅樽頸，令到佢哋冇辦法去突破自己更上一層樓。其實佢哋好聰明、好勤力同埋好有經驗，不過佢哋做事嘅方式咧太過按部就班，唔肯跳出自己嘅舒適圈，所以咧佢哋嘅潛能係冇辦法發揮嘅。原因係因為點解咧？係佢哋缺乏咗一個有系統帶前瞻性，最重要嘅係可以容易複製嘅武功，可以喺關鍵時刻引領佢哋作出快、狠、準嘅決定。喺2009年，我已經創立咗呢一套 VIP 潛能啟動力學，幫助咗無數嘅公司業績翻倍。後來經過咗深思熟慮之後，我冇理由將呢一套嘅功夫為別人作嫁衣嘅。所以咧，我毅然咧就離開咗企業嘅高位，喺2011年嘅時候就創立咗我自己嘅事業王國 Cyberforce 啦，亦都開始深化我呢一套 VIP 潛能啟動力學，結合埋我40年橫跨金融、科技、健康、教育嘅實戰經驗。我將呢一啲嘅經驗咧加入埋哈佛 MBA 嘅理論、孫子兵法、決策力模型以及心理學，成功咁樣打造咗一套任何人、任何年紀、任何職業都可以喺90天之內突破你人生界限。我知道有好多中年中產嘅打工仔，總係覺得自己無論點樣辛苦、點樣努力，都係原地踏步。老闆好似睇你唔到啊咁樣，每年加人工咧就加到雞碎咁少，甚至乎去到呢一個年紀都仲要同父母住，好不辛苦儲到錢買到間屋，都係豆腐潤咁細，睇唔到將來銀行儲備又少，真係唔夠膽諗退咗休之後會係點啊！有好多人咧都想創業，甚至乎你已經創咗業，但係點知道咧？你發覺原來創業咧係咁艱難嘅，1蚊入貨3蚊賣出去，你以為好好賺，原來你冇諗過有賣唔去嘅一啲存貨㗎。去到月尾又要交租又要出糧嘅時候，真係壓力好大啊！就算你覺得盤生意有啲錢賺，原來都賺唔夠自己份人工，日日你24乘7咁樣都唔知為乜。香港更多嘅咧就係要返工嘅媽媽，又要返工又要湊細路，又要兼顧屋企嘅家頭細務，發覺自己冇晒自己私人嘅時間，然後咧做樣樣嘢咧都係兩頭唔到岸，感覺非常之失落，冇晒人生嘅自由。咁樣落去都睇唔到隧道盡頭嘅一滴曙光，真係好攰啊！有好多係含住金鎖匙出世嘅富家子弟，其實佢哋都係迷失嘅一族。雖然佢哋衣食無憂，但係總係覺得自己永遠都叻唔過自己嘅父母。更慘嘅咧就係自己啲父母咧仲成日話自己冇用喎。如果唔係我哋你都唔會有咁好嘅生活啦。唉，你估我想嘅咩？無論我點樣努力，你都係話我唔掂㗎啦。我不如躺平去好過啦。
而家喺香港揾身心靈都係一個非常之熱門嘅話題，因此有好多人咧都會經營身心靈相關嘅業務。身心靈修行者靈氣就十足啦，但係咧好多時候都缺乏一啲商業嘅策略，生意往往都係收入不足，冇辦法擴充，因為任何嘢都係自己一腳踢咁樣去做，靈性亦都唔能夠駕馭現實嘅殘酷，所以冇辦法活在當下，變得失落無助。如果你係以上任何一個情況，我可以好有信心咁話俾你知，我哋呢一套 VIP 潛能啟動力學100%可以幫到你。點解你終日都覺得自己渾渾噩噩呢？就係因為你從來都冇好認真咁樣設立過你嘅人生理想。不過就算你有人生理想都冇用，如果你冇前瞻性嘅執行力度，理想就係等於你嘅想啦，系統、心態同埋執行力度缺一不可。你想唔想 Professor 一步一步咁樣帶你去你嘅成功之路呢？我過去已經幫助咗過千嘅學生，佢哋都好似你一樣面臨同樣嘅困境。不過我而家可以話俾你聽，我哋呢一套 VIP 潛能啟動力學係你嘅生命鎖匙。學咗我哋呢一套武功之後，喺短短嘅90日之內，你會一層一層咁樣擊破阻住你嘅關卡，令你創建高峰。呢一套唔係一啲空想嘅理念，亦都唔係一啲咩心靈嘅雞湯，而係一套可以真正落地、非常容易複製嘅系統。因為我哋有晒所有嘅標準模板，只需要你跟住 Professor Lee 就可以一步一步非常咁清晰咁樣去設立你嘅人生理想。透過 VIP 潛能啟動模型提升你嘅洞察力 ，Think out of the box， 然之後再嚟一個典範轉移 Paradigm Shift， 跟住再透過 Proactivation Plan 去加強你嘅前瞻性執行力度，你會開始由混亂變得清晰，由猶豫變得果斷，你會發現自己能夠突破界限，結果咧就係你嘅收入明顯多咗啦，你同你嘅伴侶關係更加之甜蜜，你同你嘅家人關係變得更加之鞏固，而你會無時無刻都會充滿住成功感。嗱，呢一切乜唔係大家最嚮往嘅豐盛人生咩？而今日我會將呢一套系統嘅核心模型免費公開。你喺個畫面嘅附近咧會見到一個按鈕，我邀請你參加我一場90分鐘完全免費嘅 VIP 潛能啟動力學嘅公開課程，同埋領取我嘅 VIP 實戰手冊。我會親自同你拆解點解你成日都覺得自己嘅人生係停滯不前，同埋成日都會缺乏成功感。同時，我會帶住你一步一步咁樣啟動屬於你嘅高峰人生。名額有限。如果你希望有所改變，亦都唔想行咁多冤枉路，更加之想跟一個真真正正有內涵嘅師傅，撳下個按鈕預約你嘅位置。